各位亲爱的大家平安。会知影长老教会青年人为什么真侪人离开长老教会去外教派聚会无？理由真侪，原因可能也拢无共款。过去这2冬，上帝互我有负担做这相关的研究，其中一点互我感触真深的结论，也是一个真明显的现象。就是真侪受吸引，就是讲真有吸引力的教会，对青年人来讲非常有吸引力的教会。这个教会通常是规年烫天、拼性命在传福音的教会。这种的教会52个礼拜，敢若有2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收割季，迄段期间不断的收割。另外一种主题就是撒种，所以呢，你讲这灵魂教会也好，Mega Church 也好，这个教会真努力在做一个代志，就是陪伴人去找人信耶稣。一间无搁继续传福音的教会，对真侪青年人来讲是无有望的教会。你知影，青年人因为年纪轻。因日记簿仔顶面空白所在较侪，对因来讲永远有明仔载。但是对较有生命经验的人来讲，咱的日记内面已经写真侪故事，所以咱比较地较在看过去的故事，过去所经验的。所以咱会讲，原长老教会100偌侪年，原树林教会偌侪年。人因为经过较久长的故事，所以有真侪旧的故事通讲，就无必要讲新的故事，也无搁较陌生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对真侪青年人来讲，迄是恁的故事，可能淡薄是因老爸老母、阿公阿嬷的故事，但是上帝的家内面更加需要思考的，毋是过去上帝捌做过什么代志，才真重要。但是咱的上帝有缘是活我的上帝。明仔载后日，这个上帝也继续要引带咱按头前去。回想我过去信仰成长的历程，我到今年40岁，一个真大关键的改变，差不多是伫我19岁到21岁中间，迄3冬，我伫细心咧读册。有2冬半，我伫一间教会聚会，迄间教会毋是长老会，迄间教会是一间浸信会。就细间的教会，我去间教会嘛是阴错阳差，因为伫校园团契做学生团契的会长，也叫主席，阮的副主席拢去间教会聚会，间教会活动了了，拢甲阮即个同工的时间占了，所以我去找迄个牧师理论，讲有啥物恁教会活动遮尔济安尼互阮的同工拢无时间来聚会，我一去迄间教会就人就调伫迄间教会，迄间教会人足少的，差不多30个人尔。差不多30个人内面呢，约略一半是学生，另外一半是年纪毋是真大的社青。迄间小间的教会伫景美遐，真趣味。这间教会人真少，但是真爱做一个代志，就是逐英年的暑假拢出福音队。拢出福音队，我就感觉足奇怪拢出福音队，这个钱哪有够用？明明景美遮尔侪所在，真侪人无信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出福音队？我就问即个传道，即马当然是牧师啊。我就甲问讲，戴哥啊，伊姓戴，即个牧师嘛真趣味，牧师台湾新南医毕业的，不过走去浸信会牧会安尼。我讲，为什么咱教会人遮少你若暑假甲阮一半的迄个政大4新的学生拢揪去前面传福音揪去花莲台东。福音队安尼，教会剩一半呢。做礼拜人足歹看，毋是人歹看尔，毋是讲人生了歹看，人数较歹看。迄个单更琴的嘛走去，迄个头前传福音，纯的会友就袂晓单更琴，干那伫遐迄个干唱安尼安尼毋是很没有 feel 吗？做礼拜不是少了一种气氛吗？迄个传道真趣味，甲我回答讲你知无？迄个教会内面伊讲伊嘛长老教会大汉，我知讲，迄个教会大汉你就知，
逐个人手中拢有兵器啊！啊，你若无吼，互大家迄武器吼，为外面渡，伊就渡内面，你知影？你若无叫伊去传福音，去渡撒旦，去渡找真侪人信耶稣，哦，伊就无代志，就伫遐。你输会哪安尼？啊，你讲道哪安尼？啊，你圣歌队哪安尼？啊，你发酒报哪安尼？渡来渡去渡袂了。你若互大家的动力拢为外面传引去吼，大家无时间。我想嘛对，即间教会吼真趣味。大概阮若7、8月伫头前传福音，迄无去传福音的人，都只能做2件事：第一，奉献；第二，祈祷。吼，因就是即无去的10几个，因就照3顿，逐礼拜、逐顿拢有人替阮敬食祈祷。啊，规间教会拢共同有一个焦点：伫头前的努力传福音，伫后面的努力祈祷。上帝互我伫迄间教会经验，我人生有一个真甜蜜的第一届。就是我第一届活到要20岁，第一届甲人传福音，叫人信耶稣，竟然伊会信耶稣。哦，迄个竟然你就知影，我足奇怪。自细汉到大，牧师囝暗晡甲人传福音。哦，我敢伫教会足够办活动，我办什物退休会啦，办那录影啦，办有诶无，办有诶无，拢足够啦。但是袂晓办报道会啦。即种报道会办落，你就知爱有人讲见证。啊，我若毋是啥物匪类啊，吼，嘛毋是偌好，但是嘛无遐匪类啦。所以也无去讲信耶稣进前100公斤，信了变50吼，啊来感谢上帝吼，信耶稣都没有那种特别的见证啊，所以无啥会晓传福音，啊嘛感觉讲迄种传福音应该是教迄种第一代信耶稣的吼，啊阮即个教会大汉的袂晓传呐。第一届练习用四律，啊四律是足古老的方式，安尼细本啊一支笔伫遐记，一个字一个字念互伊安尼缀我看安尼。我偷咧想讲，安尼是啥物人会信耶稣？第一届我用迄个方法，阮伫花莲报道会了后，啊，就亚手，啊，就有真侪人亚手嘛，啊，就分配，我分配到一个国3的学生，我就下面安尼，一个字一个图安尼，心内是卜卜菜，讲毋知伊到后面吼，你知影视力传到后面有2个圆圈圈啊，有2个衣啊，啊问讲迄个十字架是伫内面还是伫外面？你要邀请耶稣无？我心内想讲，啊，我安尼读到遮吼。我也无增加其他的话，我无读神学啊，啊，干那安尼嘛，毋知要讲啥，就照安尼念。我想讲，毋知伊会选倒一个，竟然选迄个，按照剧本演出，选迄个十字架坐在椅子上迄个，咁我心内就欢喜。啊，过来边啊，过来还带伊祈祷啊，带伊祈祷，啊嘛照伊迄个顶面安尼念。我想讲，安尼念吼有效无效毋知啊。念了后目睭一抽伊吼，这个国3的学生竟然满脸都是眼泪啦。我迄届吼，第一届人生活到是无偌大汉啦，活到20岁安尼啦。第一届会晓分，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喜乐安尼啦。到暗时咧困的时候，心内有个安尼足喜乐，感觉讲哇好棒哦！有人信耶稣啊，有人信耶稣。这是我生命内面第一届的经验。迄个经验，互我看见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就是福音伫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内面。宣告伫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内面，带来一个新的可能性。我重新去理解讲，其实我的信仰活到遮，我有真侪的装备，也是讲伫教会大汉，到底迄个目的是啥物啊？到底迄个目的是啥物？伫今日咱看的经文内面，约拿书第1章真趣味。耶和华上帝话临到约拿即个先知，先知为上帝话临到无稀奇啦，每一个先知拢是耶和华上帝话临到。不过足趣味的是，即个先知当耶和华上帝话临到以后，无一个先知亲像伊这么带种。耶和华上帝话临到其他的先知，安那不准，安那毋愿嘛，爱去做你。何西阿上帝爱伊带基路，伊就爱去带。亚利米遮尔软正流目屎爱哭。软正的人，上帝叫伊传，伊嘛只好传。但是独这个约拿最有 guts 就是伊，上帝叫伊去，毋愿就是毋愿。这个故事你知，我就免阁讲伊所有的细节。约拿书第1章，上帝话临到约拿了后，约拿随时起来，互上帝话颠着，毋是顺服，是走敢若飞咧。约拿随时走去，台北火车头就去买高铁票，无台北就去买高铁票。上帝叫伊去家人，伊要我去屏东去。走到远去。伫约拿的行动内面，咱看见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伊无愿意去上帝爱去的所在，伊无愿意做上帝爱做的代志。啊，你讲这个人奇怪，
做一个先知，你敢毋是爱做上帝爱你做？你敢毋是爱讲上帝爱你讲？你敢毋是爱去上帝爱你去的所在吗？太多你会感觉讲上帝爱你去迄个，你硬硬无爱去。为什么约拿硬硬无爱去？你知影这个故事的发展？众人念口念出约拿，因为大海，对迄个大风大涌，逐个人念口念出约拿。约拿皮皮啊！逐个人问约拿讲啊是啥代志？约拿讲吼，人我就是敬畏迄个创造天地的上帝安尼吼，讲甲真有道理的形。伊讲我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你若看迄个希伯来文，约拿的敬畏甲接续遮归顺的人，因就大大惊吓，诶，迄个惊吓是共一个字 fear God。约拿讲我足惊上帝啦，迄个。和合本的翻译，也是讲汉字本的翻译，甲迄个 fear 翻做两个无共款的意思。伫约拿内面在讲的是敬畏，伫遮外邦人在讲的是惊吓。无论是惊吓还是敬畏，其实在讲同一个代志。约拿在讲，我足惊上帝啦，我有够惊。你若惊，你敢真正敢走出来坐船？迄就是伫表面讲，我好怕，我好怕，心里想，我怕你吗？懒得理你呢，我怕你。约拿讲，我是敬畏上帝的人。你若真正敬畏，你就袂走啊啦。约拿就是迄个，伊知影伊应该敬畏，但是呢，伊的行动甲伊所讲的完全无共款。但真趣味，伫船顶遮水手、遮坐船的人，因对即个约拿嘴所讲的上帝非常的惊吓，因是对心内真深的 fear， 真深的惊吓。哇，真正是安尼。即个惊伫即个时刻伫船顶，成做一个真大的讽刺。对这个约拿来讲，伊傲慢到一个地步，当众人听见这个约拿，哇，伊是安尼，你的上帝遮尔厉害，啊，然后原因是上帝叫你去，你不爱去，这个人感觉讲这个上帝有够厉害，这个人安那，随时甲约拿弹落海内面吗？无啦。圣经讲，因无随时甲弹落，因我继续伫遐咧努力划船，到真正是站袂牢啊！才甲迄个上帝讲，我人毋是阮杀的哦，我是不得不甲迄落啊，请你毋通受气。到后面遮个人才甲约拿迄落。另外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一个傲慢的约拿，伊根本就无咧稀罕，规船的人因为你的傲慢，差一点仔连命都无。I don't care。为什么约拿 I don't care？ 因为约拿的心内非常 care 一个代志，就是上帝叫伊去做迄个代志，伊安那想了，感觉讲无可能啊！我做先知吼，做甲好好，就是伫以色列食甲肥肥，啊，然后就伫遐骂以色列百姓，叫因悔改。啊，做先知就是安尼啊，骂犹太人，骂以色列人。啊，若无我坐伫台北骂中国嘛好啊，对无？我伫以色列嘛有骂列邦的先知啊。骂遮个列邦你安那拄安那，但是呢，我是伫台北骂美国啊，我是伫台北骂中国啊，伊也无可奈何啊。但即摆上帝要叫约拿去打，上帝要叫约拿去天安门骂共产党，你知道？约拿当然不爱啊，足危险的，我要到天安门去骂共产党，大家歹去，约拿歹去，上帝叫伊去，我歹去。因为伊过去对先知来讲，我要做的代志真清楚。你看，这个先知，逐个人拢伫家己的国家内面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做上帝爱因做的。这个代志是伫一个空间，所以对约拿来讲，伊过去信仰的理解就是安尼嘛。啊，做一个长老教会会友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尼。所以当开始有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心意临到的时，他不愿意听，拒绝。毋是长老教会啦，长老教会无咧做这种头路啦。这毋是啦，约拿走，伊无将上帝的话当作是上帝的话，伊认为讲这外邦人太多会使信主啊，莫讲外邦啦，敢若阮以色列，敢若阮犹太，就真侪人还袂悔改咧，传福音台湾就传袂了，佮传到外国去。咱教会开始有支持海外的宣教，开始有支持缅甸的宣教。你讲啊，支持迄个宣教是啥物内容？台湾人95%还袂信耶稣。约拿活伫伊安全的世界内面，逐工的生活就是礼拜六来教会一届，礼拜日来教会一届。
对伊来讲，伊已经习惯，或是做第一场的礼拜，或是做第二场的礼拜，伊已经习惯有一寡宗教的活动，时间到上紧发条一转紧，他就去了。这是约纳的宗教，遮尔济的安全，互上帝话临到的时，产生一个很大的反作用力。你要先兄弟姊妹，上帝话临到的时，会将咱生命内面真侪无健康、无完全的意念显露出来。对约纳来讲，上帝话爱伊对列邦、外邦人，甚至对以色列人的敌人传福音、宣告上帝审判的信息，这个代志，都要达到约纳的地雷啦，插到伊。我毋知伫你人生的经验内面，敢有捌互上帝话插到的经验？就是上帝话临到伫你，你开始有改变你人生的决定，愿意行出你过去旧的安全地区。伫去年11月，上帝伫我人生内面开了一个大玩笑。有一天，我的母会两个长老来招我开讲，到新人院。我知影因要招我开讲的目的，叫我去因教会牧会。我就其中的一个长老是我自细汉大家斗阵大汉的，大我2岁尔。我讲莫来啦，足神的啦！我新人院教册教好好，牧啥会啊？我若要牧会，1999年新人院毕业你牧会啊，莫找我啦，你找别人啦。伊讲莫啦，你互阮去坐者，我莫啦，你讲啊几若年我来讲无兴趣就无兴趣，伫遐提有效哦，无效啦，莫找我啦，莫插啦，莫甲我录啦，学校无用甲要死，我伫学校足侪服侍，我嘛服侍得足欢喜的，莫找我。迄天迄2个人来，讲足久的，我嘛知影因的困难，就是教会负债5000万，感谢主啦，已经为9000现到即马剩5000啊，佫足侪朋友走去。佫合逐个人和牧师处了，毋是真好势。拄仔牧师甲我有亲情关系哦，直系血亲安尼吼。迄牧师是阮妈妈的先生安尼啦。所以我会讲，敢真正一定要负债子还安尼，对无？你教会也毋是牧师的啊，我教会是上帝的啊，吼。你莫安尼啦，无安尼好无？我替恁甲牧师赶走，吼，我替恁甲牧师赶走，然后帮恁找别人去。莫我去啦，无我吼学校，我伫学校一下教册，我礼拜6、礼拜1去亚恁斗3工，斗乌烟2档啊吼，互恁找到更较好势的人，安尼好无？伊讲袂，我讲哎无办法啦，我就印象都深，我送因去坐士林捷运2号出口的时候，到人行到遐，我讲好啦，无安尼啦，囥伫基督的中间，我替恁祈祷安尼，我嘛甲即个代志囥伫基督的中间，即种话上好莫乱讲。我甲因讲了，迄天转去，一礼拜就歹困，4点我就起床。我想，我都还没有到更年期，怎么这么难睡哈？每一天，阮太太就知，我逐工若困了吼，15秒，加30秒就打呼啦，就一睡到天明啦，无迄个钟会起来，只有会上厕所起来安尼。4点外吼，安尼起来，就是足精神的。不管前一天1点睡、12点睡、2点睡、4点多就会起来，然后有一个意念就入礼拜，你毋是讲要祈祷吗？只好祈祷安尼吼。迄天当因离开的时，照圣经的进度，我读圣经马可福音第4章。第一天灵修，迄暝的灵修，看见迄段经文，切一个，感觉讲，上帝你实在是足爱开玩笑。马可第4章35节，圣经讲，当那天晚上，耶稣对学生讲：“咱到迄边去。”学生离开众人。整体来讲，迄个故事在甲你讲，耶稣伫船顶，然后外面大风涌，耶稣精神就斥责风浪，对家的风，对家应讲：“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40节，耶稣对因讲：“为什么惊吓？恁无信心吗？”我读到即句话，我心内想讲：上帝，你实在是知影，我实在惊到要死。迄种教会，自细汉伫遐大汉的教会，我自国小5年就迄间教会。我什么缺点？缺点伊毋捌看过。我捌捉过某一个长老，因查某囝到后面，伊嫁别人，我娶别人嘛，对无吼？人嘛是伫教会内面啊。
啊嘛有长老囝，教我食薰啊，即嘛伫教会内面啊，哈，细汉高中的时阵，啊，伫迄种教会啊，自细汉大汉，圣经毋是讲吗？大凡先知在本族本家是不受欢迎的吗？去打拢好，就莫去遐嘛。上帝知影我伫惊遐，所以我迄天读到即段经文的时，我知影上帝咧提醒我讲阿弟啊，你敢若拢伫看外在的环境有遐尔啊困难，你敢毋知影我伫尊顶吗？你若知影我的母会哦，迄建筑物是遮准，你就知影讲我读到这段经文，我真的吓一跳。我讲你建筑物就是遮准，我想好啦，可能臭拄看读到这段经文，我想讲人莫伤冲动、伤冲动，太冲动做的决定都不是好决定，所以。隔天才阁讲，隔天灵修继续读圣经，读到马可福音第6章。马可福音第6章45节后面，你知影迄段经文？彼得耶稣伫水面上行，彼得甲主讲：“我嘛要行，你看，啊！上帝知影我的心内咧想讲，莫伤冲动。彼得就足冲动的吼，就很冲动嘛，对无？我嘛要行，叫我行呐，落落嘛，对无？我足烦恼落落，但是经文。讲啊，彼得落落的时，伊话啥？主啊救我！然后主就救伊啊嘛。所以伫经文内面，耶稣圣经互我真清楚看见，我的服侍常常活伫用家己最中心，无自信伫上帝的工作，也无自信伫上帝的心意。因为迄个囝拢是咧看家己有能力无，迄个囝是咧看家己。有甚物款的能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上帝，我看见你无能为力，你根本就无能力，也无遐个解决真济大代志的温数。但是上帝伫迄个经验、读圣经的经验内面，互我真深、真清楚看见，独独需要我靠的，就是上帝。只有我靠上帝，才有可能为头前继续行落。若是无我靠上帝，有真济的我靠。拢是靠人家己的想法。对约拿来讲，伊真清楚活伫家己安全的所在。对伊来讲，伊的安全就是真好啊！伫伊家己的故乡，伫伊的国家内面服侍上帝。我伫新人伊的生活真安全哈。逐工下早6、7点就带阮囝去看松鼠，晚上睡觉还有果子狸在那个电线杆上吵架。啊！你若到即摆台神9点，下早9点到11点，你看到台湾蓝雀伫咖啡厅的顶面在飞晚上冬天还有猫头鹰冬天门口打开还有樱花。我甲上帝讲，哇，遮尔好的所在，你囡仔伫遮大汉，毋知我尔啊好，什物物件拢足济蚊仔嘛真济啦但是伫遐稳定真济，想佫有寒暑假遮尔好，去教会到寒暑假无但是上帝爱佫一摆。爱我看见的，就是你做一个上帝的敬调的奴仆，你无应该家己选择，你应该爱照上帝的感动甲引带来去行头前的路。这个路是超过咱的经验的。各位亲爱兄弟，我毋知对你来讲，你敢有行一条上帝爱你行的路？其实你甲我的路，虽然你讲团队你是专职献身的呢。人阮有一家职业，无共款的职业。各位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拢有共一个无变的心意。这个心意伫马太福音18章讲了真清楚，就是爱咱去，将福音传互万百姓，爱因做上帝的学生，耶稣基督的学生。这个使命，这个大的使命，就是福音的使命，就是无论咱是男或是女，年长或是年轻，咱拢伫上帝面前。应该爱领受对上帝来，咱有真侪咱的安全地区，家庭是咱的安全地区，事业是咱的安全地区。但是上帝爱咱伫迄个安全的区域内面，搁一摆思考，我逐工的生活，敢真正干那看迄个数字的起起落落吗？我逐工的生活，敢真正爱处理这一大堆处理不完的报表吗？我逐工的生活，干那伫迄个2点钟固定去菜市仔买菜吗？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上帝会真新的事物。伫每一天，我真固定，这就是我的人生，这就是我的教会生活，这就是长老教会这种封闭式的自我理解。伫迄个内面，兼有上帝新的可能性。若是有，照圣经真清楚的教导，约拿伊因为上帝话，
开出一个新的路。这毋是干那对约拿来讲是新的路，对真侪用犹太做中心的以色列人来讲，阮就是安尼啊，阮长老教会就是安尼啊，1年52日礼拜就是安排礼拜啊，就是安尼嘛。但弟兄姊妹，你得知，教会存在的目的，毋是满足基督徒伫遐做礼拜。教会存在的目的，耶稣基督伫约翰福音书讲得真清楚。佫有真侪外面的羊，伊要带到伫即个羊条的中间，合成一群，归伫大牧者耶稣基督的下面。咱存在的目的，毋是为着咱家己的方便，咱存在的目的，只有是为着真侪未信者，咱的存在意义才展现出来。咱所赚的钱，照今日文信用的传统来讲，迄种改革宗的精神、清教徒的精神，咱要讲的是为着要荣耀上帝。所有咱所人生努力的，咱的家庭的幸福，毋是为着家己欢喜尔。咱的家庭的幸福是要互真侪伫家庭拄着困难的朋友、亲情、同事，会通看见有上帝同在的家庭是遮尔啊水、遮尔啊甜蜜。虽然有经过困难，但是因为上帝的同在。换一句话来讲，咱的人生无论是家庭，无论是事业，无论是咱的健康，都无论是一切，是要显出上帝的作为，然后引出人照着咱的人生来认捌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爱约拿行出伊过去旧的世界观、国家的观念、宣教的观念。咱若看继续约拿的人生，伫第2章的经文内面，咱看见这是一段真完整、真神圣、真伟大的祈祷。伫迄个伟大神圣的祈祷内面，约拿活伫家己想象的世界。为什么讲约拿活伫家己想象的世界？你看约拿第2章第2节，伊讲：我拄着患难，求叫耶和华，伊就听我；我对阴府的北来吼叫，你就听我的声。咱看见约拿哪像足属灵的人，伫人生真悲惨的时，犹原倚靠耶和华上帝。但是你详细听伊在讲什么？第3节，伊甲上帝讲吼，因为你捌ฮ็我落深渊。天地良心啊！上帝ฮ็你约拿落吗？上帝ฮ็约拿落吗？是约拿家己要跳的吧？是约拿甲迄个水手讲：你们把我丢下去，问题就解决了。上帝也无甲约拿ฮ็落啊。然后约拿佫甲上帝讲哦，第4节我就讲，我受赶逐离开你的目前。上帝也无甲你赶啊，上帝叫你去尼尼微啊，上帝也甲你赶。但对约拿来讲，因为伊无愿意行上帝的路，所以伊认为伊人生一切的袂顺，拢嘛是耶和华你甲我造成遮的。伊伫真神圣的祈祷内面，蕴藏真侪对上帝的不满。其实这真正常，咱有时会对上帝不满。但是咱搁较看约拿的祈祷，咱看伊的祈祷是一种自言自语。伫迄个鱼的腹肚内面，我相信有回声的，就在那里祷告给自己听。这个祈祷看起来真属灵，但是拢用家己做中心，用家己做中心到一个地步，你知影伊祈祷的尾流，伊甲上帝安那祈祷。伊讲吼，第9节，伊讲我要对上帝，我要用感恩的声献祭给你，下我下我所下的愿。伊甲上帝讲，伊要行愿。你若详细看约拿书第1章到第4章，约拿无一概行愿的，伊拢是不得不做一寡代志。伊对上帝无有真心，对心内发出的真实。伊唯一的真实是受气，这个情绪真真实，这是好代志。有真侪基督徒毋敢对上帝表达咱真正的感受，约拿是做真好。但这个经文内面，你去看约拿。第9节的上尾一句，伊讲什么？伊讲拯救安那？拯救出伫耶和华。大家我若看到这句话就爱笑，因为这句话吼讲得言不由衷，讲得太恶心了，所以金鱼把它吐出去。下一句耶和华就命令鱼把它吐出去。你若知影拯救出伫耶和华，向当时你哪会绕跑啦？你若知影拯救出哩耶和华遮尔毋甘尼尼微城的人无信耶稣，属灵的人遮尔侪无信耶稣，你哪会干那
活伫家己的世界。约拿，你若是真正知影拯救出耶和华，你就袂安尼啊！你若知影拯救出耶和华，你就真正会3步并2步跑到尼尼微去了啊！就是伊心内在想的，甲伊所做的是完全倒变。大家若看见约拿，有时看见家己成长的背景，也有时看见伫长老教会真侪兄弟姊妹咱生命的故事。咱活伫一个知影上帝听世间人的信仰世界内面，但是咱往往努力的，咱往往伫意的，拢是真侪内部的故事。咱常常伫遮讨论、努力、开会的焦点，拢是真侪和宣教无直接关系，甚至有的连间接的关系都顾不上。有真侪情绪、艰苦心、埋怨，拢是对伫人甲咱中间互动所造成的伤害。一个无宣教的教会，就会真侪时间掠杀某相加。感谢上帝，咱的教会属灵教会，若详细看，差不多伫长老教会1221间，这是2年前的统计，1221间的教会内面，我们应该是排前面1%或2%的教会，因为通常长老教会差不多约要接近 10% 有在做这个国内的宣教队，这个无什么稀奇。但是较少教会，真少数零毛凤角的教会有在做海外的宣教。感谢上帝，咱的教会开始有在参与伫海外的宣教，开始有在参与。这个参与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行动，因为海外的宣教会将咱的眼界不断引导伫咱教会以外的群体。啊，你讲北北树林遮尔济所在，真侪人也无信耶稣，敢真正一定要海外？列位马该来台湾宣教的时，加拿大敢真正拢信耶稣啊？啊袂啊，啊袂啦。当耶路撒冷爱将福音传到伫犹大全地时，敢真正耶路撒冷已经全部信耶稣？但是当圣神的引带将机会、将门对咱拍开的时，当咱踏出去回应上帝大的使命的时，咱会看见咱的教会开始无共款。因为咱的眼光开始在敲吹，到底我要怎样对我的同事传福音？我唔知要哪传呢？要拜托一个教育组，你来开一个课程，和传福音有关系，然后开始大家就咪咪唧唧开始上课。因为没有 output， 真侪人你要叫伊装备啊，我为什么要有 input？ 我不需要装备嘛，我的日子过得很好。但是当咱开始去有宣教的行动的时，你知影讲，我这个也袂晓，迄个也唔知。当咱开始有行动的时，咱的信用才开始活起来。当咱无行伫宣教的道路中间，咱的信用是死的信用，敢若为着家己在活的信用，为着家己在活的信用，就那一群约拿的祈祷，活在自己的世界，有时骂上帝一个，有时感觉家己足可怜的，伊的世界拢是家己。这2天，因为在做这个青年复兴的研究，带新学生访问真侪外教派教会。其中一站去到一台中旌旗教会啊，这个旌旗不是 surprise 那个旌旗，是挥动那个旗帜的那个旌旗。这样教会呢，核心的人哈，拢是对长老教会出去的长老执事安尼。一开始3、4个家庭，10几年中间，我袂记得15年啊几年啊，10几年的中间，为3、4个家庭发展到即马，也毋是真侪人，差不多2000几个人。啊，这间教会真趣味，含伊在对话时，含这个主任牧师在对话时，伊讲我的教会吼，逐年增加5%的宣教经费，增加到即马已经超过50%，教会规年的经常费超过50%，在做宣教的费用，因为佫继续增加，我们还是要5%一直上去，当然你无可能到100%，因为你要maintain教会行政种种遮，所以差不多我印象若无记错，就是考到70%会停落来，但是伊讲。阮的计划安尼在看，已经超过台湾房地产增长的迄个速度，所以阮的教会注定无办法建长，因为这个教会是租来啦，伊场地拢租来，2000外人做礼拜，场地是租来，伊讲租也不要紧啊，租就好啊，但是这间教会做足侪中国大陆的宣教，这间教会做足侪俄罗斯，足侪真侪欧洲国家的宣教。
你讲到欧洲是为了要去逛街旅游吗？怎么到欧洲？你无去你都唔知，唔是遐的水，是遐有真侪中国华人的移民伫遐，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讲到中国，有真侪时，咱会感觉讲去到遐宣教，迄是咱的对顶呢，遐尼侪飞弹。过去即几冬，台湾新南院开始有真侪中国大陆的学者到伫阮中间做研究、做访问。就真趣味，有个教会就甲阮学校的老师讲，我嘛捌听到即种声，牧师咧讲半开玩笑讲，恁遐拢叫一个阿绿啊吼，讲中国人去恁遐，阮就奉献，不爱奉献哦，阮就奉献落台湾新南院，结果有迄个中国人去遐，吼，安尼哪会使安尼？这是咱真济的时阵，咱对民族意识的理解，会限制咱福音上帝国的思考。约拿就是安尼，约拿伊的思考就是我做一个犹太人，要我上帝是阮犹太人的上帝嘛，阮的先知就是伫安尼啊。你太多叫我去外邦的所在做遮的代志，做遮的头路。上帝所爱咱看见的是伊的心意，毋是咱过去的习惯。过去的习惯，咱对家己的教会、对家己的人生、对家己的信仰，有咱一套理解的方式。我理解的方式就是礼拜六、礼拜日去教会就好啊，无你要安那，这样已经够了。但上帝要改变咱的眼光，重新让咱看见，讲，其实约拿，若无有上帝话临到伫伊，他的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啊。约拿若毋是因为耶和华的话临到伫阿米台囝约拿，伊根本就无资格。圣经内面遮尔侪先知，凭什么你会记载伫遐？迄是因为上帝话临到伫你，临到伫咱的人生才开始为乌白变做彩色。变做用家己最中心的意义，变做有彩色的意义，用上帝国最中心的意义。咱所赚的钱开始有意义，咱的家庭为什么活伫遮才有意义？咱的思考为什么我遇到空巢期这么难挨？用上帝意念放伫遐，用宣告、用福音的意念放伫遐，你才会超找到真实的意义。若无，咱敢若伫这个世界超找用人真有限的解决甲思考。求上帝帮助咱伫约拿的思考内面。互咱看见，信仰是一个完全无共款，毋是活伫家己世界。咱的教会今年的暑假，其实咱逐年的暑假，咱教会拢有宣教队。今年也有缘要去真侪所在。伫咱的周报内面第5页有写祈祷的事项，为着咱教会7月10号到15号，去到伫新港东教会17到21义族25到29布袋，去到这3个无共款的所在望兄弟姊妹，你将这个时间爱记咧，记咧以后，我邀请你伫这个过程真长的过程内面，你爱为着伫头前传福音的人祈祷。你任领一个当工也好，任领一个事工也好，替因奉献，然后替因祈祷。你排时间伫这段时间，你至少一顿替因敬食祈祷。虽然咱无有时间甲因三甲去到伫头前，咱一家一业有工作有事业，但是伫后面的祈祷甲奉献，含伫头前传福音第一线的意义是同款的。这是撒母耳下卷圣经所设立的原则，就是代笔伊甲军队伊的证人去战争的时，伫后面固守的人，甲伫头前战争的人，因共同爱分共款。所掠、所摕到、所赚的物件，意思就是讲，伫信仰的道路内面，咱伫后面的祈祷甲奉献，含伫头前第一线的征战，咱平平伫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奖赏。但是重点并不是伫迄个奖赏，重点是迄个参与。就着这个参与，咱甲伊三甲欢喜，咱甲伊三甲担当。除了伫台湾的宣教队。咱的教会也含基督精兵协会三甲参与伫6月20号到29号缅甸的宣告。咱的同工内面有真真长老、袁宗执事、义安、广达佮文宇。我望咱伫基督内面也纪念这几个同工，因为伫遐的宣告，军政府的环境虽然咱有做真侪好的计划。但是也有真侪变化，超过咱会通计划。所以咱真需要用祈祷来托住因，也用奉献帮助这个宣教队
有真侪需要。这个宣教队甲基督精兵协会三个合作，这个基督精兵协会过去这几冬伫台湾在做真侪宣教启明的运动，要帮助真侪长老教会用家己做中心，用台湾做中心的长老教会开始渐渐有机会打出去。所以过去有派宣教师去到伫印尼，也有派宣教师第一期宣教的同学几个月去到伫缅甸。望未来会车派2个专职的传道师去到伫缅甸，这拢是计划。望会通将真具体宣教的行动、海外宣教的行动来放伫台湾长老教会这个信仰团体内面。搁一摆拍开咱的眼光来看，入面兄弟。台湾的经济伫全世界已经非常行到伫头前。咱拢免讲，无论是电脑，无论是工具机，无论是啥物物件，台湾的遮的物件已经伫全世界排真头前。但是咱一个足见效的代志，是咱的海外宣教伫全世界排后面算起来排着顶的。咱欠海外宣教的债。非常长的时间，台湾100几年的宣教历史，其实你若为荷兰开始算，是更加超过这的时间。对马家国来算，已经100几年，但是真敢若无到1%的教会在做海外的宣教。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咱讲马家的精神是啥物？马家的精神毋是听台湾啊，各位。咱咧讲，咱要学习马家的精神，是听台湾，搞错了。马家的精神是听外国，才叫马家的精神。马家听台湾，伊是一个加拿大人，伊加拿大人，伊听台湾，这就是上帝爱约纳听尼尼微人。你若是一个伫台湾领受上帝信息的人，你要遵守马家的精神，就是啥物？听真侪外邦，听真侪外族的人，这才叫做马家的精神。宣教的理论在分析，这已经是旧的亚洲四小龙。顶面是韩国，落来是台湾，搁较落是香港，香港搁较贵是新加坡。这个4个亚洲四小龙，宣教学家讲，他们都围着哪里？他们都围着哪里？中国大陆。咱莫讲伊围着哪里，你可能推到中国准拄煞。这4个国家香港是一个区域独台湾是全世界这4个地区宣教上落伍的所在。全世界即马宣教师第1名是美国，第2济是韩国。全世界上济宣教机构的总部设伫亚洲，上济就是新加坡。最中国大陆宣教比率上济教会 percentage 就是香港、台湾。咱搁活伫家己的世界，咱每一届开会的焦点是啥物？咱的祈祷的焦点是啥物？有真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教会，比咱搁较散起来的教会，当年拢有宣教的组织，迄个宣教是家己教会海外宣教的组织，努力奉献。努力祈祷，就是要将家己的教会和上帝国整体工作、上帝整体心意结连到阵。基督教协会过去这几冬在做这个异象的启明，那是上帝互你有负担，想要开始关心也参与伫海外宣教的行动内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无办法报告真济，但是你会使伫聚会了后，伫后面陈胜德陈长老遐、陈胜德长老遐。伊会通有一寡简单的资料，互你含你介绍基督精兵协会这个海外宣教在做事工。无论是咱有参与伫这个中间，或是咱是伫教会已经有的宣教行动内面，我拢要邀请兄弟姊妹，咱重新来思考，到底上帝爱咱真做基督徒，伫人生第一站的过程中间，焦点到底是啥物？到底上帝爱咱伫这个中间回应的行动是啥物？这是要邀请兄弟姊妹用一首回应的圣诗来表达整理咱今仔日所听的信息。圣诗308首，听见救主出声得救。
听见救主出声得救。什么人要去做工？望咱用这首诗歌40个歌词，第1节、第4节咱共同来吟。第2节，我要请兄弟来吟，姊妹来祈祷。第3节，请姊妹来吟，兄弟来祈祷。咱一个吟就好。到第4节，咱才起立来吟这首诗歌。咱来吟第1节到第4节，用祈祷的心来唱。歌词内面是上帝对咱的讲话。听见救主出声的叫，什么人要去做工？参公到时留也谢谢，什么人要去受当？救主真苦就得叫你，一步休息在阶段，只最欢喜随心共，我的家在我在我，主会为去高境，来不用风云惊吓，因的主必是为父人，为我听救主的名，世俗恨阮为高家情，也为对我负之力，为着救主欢喜做工，以为感乐属福的姊妹。起立来吟，无你应应遥遥提示，我无力通做啥工，世间情人你定论，主爱你赞你流浪，我一听看救主应应，是咱做福的时代，主得叫你紧紧。我的家在我在我，主啊，你知，阮的心中有真多无共款的动荡甲看虑。主啊，你知，有真多的挑战、逼迫，我毋知要怎样来解决。这物件已经有够多，但是伫今仔日。你竟然阁用约拿的信息，看起来在挑战我，但是我想要对主讲，主啊，伤重啊！我的人生重大伤济，主恳求你帮助阮的兄弟姊妹。若是阮伫遮尔大的重担内面，得到无办法，爱主你爱阮，歹的十字架的事，阮恳求你。互阮众人听见你对阮所讲的话，你的担是轻的。主你的话就是爱阮将一切的重担交伫你的面前。阮无阁将你要替阮担的继续放伫阮的肩胛头，但主唯一你爱阮做的，爱阮背迄个十字架，就是迄个福音的十字架。主啊，求你帮助阮放落真侪阮家己互家己的十字架。阮的家庭无办法交托的，主求你，互阮交伫你的手中。阮的双手抓条条，直到无阁有手通抓你爱阮抓的。主恳求你，只是互阮的双手拍开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替阮担真侪，阮家己无办法担的。但主有一项代志，你爱阮学习去担，就是福音的事。主你讲。已经成熟啊！但主你知，阮的心有时还未备办好，那亲像约拿。主你怎样兴起环境帮助约拿？
主今仔日你也为着阮备办一个讲道，一个诗歌，也有圣歌队真水的提醒。主这个环境就是搁一摆，将阮带到伫迄个福音的时刻。主恳求你，将愿意回应人灵魂得救的心，赏赐伫阮树林教会每一个长老、祭司兄弟姊妹的心内。互阮真心对你祈祷讲：主啊，主啊，我人生遮尔短。我要怎样成做福音的使者？我唔知，但是求你帮助我。主恳求你帮助阮树林教会，成做一间宣教的教会，伫台湾行透透宣教的教会，伫真侪世界各个地区参与宣教的教会。我的教会该开始行出台北，开始行出台湾。主啊，我的教会开始无共款，因为宣教；我的教会开始无共款。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是阮当心伫面前的祈祷，愿你听，也愿你将真侪宣教的感动，继续不断放伫阮的心中。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安尼，姊妹请坐。